婚姻官哦，甲11间护理学校签约，要补助留伫婚姻的护理人员一个月3000块的奖助金哦，一档要提供50回公费护理系学生，一档会当补助16万块，毕业了就爱留伫婚姻服务。办过3档内哦，婚姻官的护理能力会当通增加到3000个人。 护理人员无用顺便房准备药仔，为着改善婚姻关内护理人力无够的困境，婚姻官府甲11间护理专科院校签婚姻官护理人力培育策略联名，提出留任的奖励、人才培育甲优先工作场3大策略，希望吸引更较侪护理的人力来婚姻吃头路。那当然呢，我们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结合中南部所有的护理的大专院校大家共同来培育人才。所以呢，不只是你现在要毕业的领到这个证照以后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就开始333的计划。婚姻官府表示，留任的奖励每个月补助急动症甲病房第一线护理人员3000块。因为人才培育是甲中南部护理的大专院校合作，114学年度规划50名公费的名额，一年一人补助16万。毕业考护理师证照了后，登去到婚姻官的病院服务。 一个注入我们培育的人才的一个活水。那站在这个护理人员的一个培育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止把护理的专业做好，我们有更多培育优秀的人才能够留宿在云林县。那当然，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医疗院所会透过这3支箭去完成我们这样子的留任计划。婚姻官卫生局表示，关内大专院校因为无护理的相关科系，加减影响到学区病院招护理人才。 即马除了透过奖励金、学费的补助，也规划医护人员托育中心、日照托老所等等，协助医护人员分担家庭照顾。5望3年护理人力由即马的2600多人增加到3000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